美利米業喺1991年成立，至今已經34個年頭，邁向35週年。我哋秉承為香港人提供最優質嘅大米，除咗食品安全之外，價廉物美都係我哋嘅宗旨。我哋嘅大米由泰國、越南、柬埔寨、日本、內地等等進口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係同多個國家嘅農夫合作，除咗為佢哋提供一個公平嘅貿易，都可以保證嘅大米種植過程裏邊保持最優質良好嘅品質，用最天然嘅水、最肥沃嘅土壤同埋最少嘅農藥去種植最靚嘅大米。GS1 嘅巴曲系統有源頭追溯嘅功能。美利米業承諾令到消費者可以追溯到有關大米嘅來源地資料。由2024年開始，我哋更加去到日本、泰國，同我哋合作嘅農夫去佢嘅農田裏邊拍攝整個種植過程，希望可以增強佢哋對產品嘅信心。追求大米品質係美利米業34年嚟對消費者嘅承諾。除此以外，公司嘅員工有工作超過40年嘅，亦都有身體殘疾嘅，當然都有年輕一代嘅同事為我哋公司一同拼搏。我哋着重嘅係佢哋嘅能力同埋忠誠，以至對客人嘅服務品質。憑住同事嘅努力，我哋公司曾經拿下超市10大品牌名銜。公司有今日嘅成就，絕對歸功於我哋唔同年代嘅員工。感謝 GS1 Hong Kong 頒發呢個貼心企業嘉許俾我哋美利米業，呢一個認證係對我哋公司為香港人服務嘅一個肯定。我哋承諾會為香港每一位食飯嘅消費者都帶嚟最優質、最性價比高嘅一碗白飯。